对啊，他哭了好几天。加油呀！好，谢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等，一直等。礼拜天自首，礼拜一办护照，礼拜二拿护照，礼拜三就赶快回去。ya kan nanti begini lah。在这边差不多从1月到现在，快500多个人回去，我帮他们这样。没有办法，我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跑掉以后，你生病不是可以看医生吗？可以医你的病吗？可是他现在是因为不光看医生嘛。我们都不认识嘛，就是网络这样子，他愿意限制我，我很开心，就让他赶快帮他回去就好了。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要去基隆的移民署自首，我要带他们2个去自首。有紧张吗？你们有紧张吗？不用紧张啦，姐姐在陪你，姐姐在那边陪你哦，不会被关起来了啊。等一下他们问你什么就回答，真实回答。对呀，以前是你在哪里上班，要讲啊，在哪里上班。这边是基隆的移民署，所以我们有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进去吗？不行，就是问一下他们做笔录啊。对，是像刚刚在车上跟大家聊一下这样。好吧，准备好了吗？好像是有怎样啊，被关起来一样。紧张什么？走喽。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taala wabarakatuh. Nama saya Mbok Cikra,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Pekerjaan saya di Taiwan ini membantu teman-teman swasta yang mau pulang ke tanah air dan membantu teman-teman yang membutuhkan tiket untuk pulang ke tanah air. Dan di sini saya mendoakan teman-teman dan kita semua semoga kita semua selalu diberikan panjang umur, kesehatan dan banyak rezeki. Amin. Sukses selalu. Jangan Uan。长官好，2个，他们在那边，他帮我排进来而已啦。对。那个是应该有护照。对啊，如果自首的话就不会被关，如果被抓到才被关。自首就是你自首好了，就是你有去哪里就 OK， 就是等一下做笔录好了，就他们都自由了。车里要全部 OK 好了，我们会安排他们住在我们的宿舍。长官，你如果还要的话跟我说。我再跟他们要。你是饿了吗？我们来吃吧。好。没有紧张了？没有。耶！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好了，谢谢。恭喜你了，恭喜你了！再等办护照就好了。耶，有了。耶！可以回家了。早哦，我今天那么早来机场啊，因为我要送那个什么8点半9点的飞机，所以我每天一大早就来这边。这个是我第2个家哦。来，等一下，阿布啊，我要告诉你们要怎么走哈，到印尼那边，所以你们再不知道啊，不可以不见哦，啊，这个 OK， 不能不见哦。回来台湾，你们要用这个机票啊。来，现在是在直播，因为
中直播这里呢，他们会先知道，哎，原来是要什么东西不能带，然后什么东西可以带，然后如果转机的话要这么走。他们如果看到我的直播的话，他会知道要怎么走。Tangan di atas kaki di bawah. Yang transit. Kasih no. Hati-hati ya. Maju ah. Itu teman-teman yang masih ada air. Yang ada air dibuang di sini, itu dibuang di sini. Itu kalau nggak boleh pusing. Bapak ganti. Bye sama-sama. Bye. Hati-hati ya. Makasih ya. I love you too. Bye. Ya,你们要去哪里呀？没有去哪里啊？哎，我在直播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你转告那个我们现在是在休息啊。刚刚我们在那个帮他们好了送上去，然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对，放轻松。其实我们总共有5个人啦，徐大林、刘一山，还有谢美玲，还有一个是孙佳莹。我们有5个好朋友，所以像我们办的人不是只有印尼、越南也有，菲律宾也有，然后泰国也有。他的话呢，像那个什么试水我就交给他，然后华航的话就交给他。对，如果他们刚好华航很多的话，很多就我就分给他们，就带过来，有一些带过来，有一些带过去这样子，就平衡一样。那你们这样3个这样一起共事多久了？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久。你不要看我这样子，现在是好好的。有时候我们想狗，还有那个猫咪，就是吵来吵闹吵去的这样。如果你真正我的好朋友的话，就当然是要一起跟着我。现在是几岁了，对不对？几岁啊？没几岁。没有，现在几岁了？你要现在去外面找工作也不好找啊，在工厂在那边，哎呀，一个包便当，哎呀，这包便当每天都你要那么漂亮吗？不可能，对不对？我就让他过来，我要讲哦。因为上一次也是我有试试看去那个打工嘛，就是包便当，你知道吗？他说我很难过，没有，我就是很难过。哇，你的做便当做的没有香味，就是味道那个油。我们来台湾的时候都199年，然后本来是照顾阿妈的时候。那如果我是申请过来，以前是照顾小孩，以前还可以。可是我帮忙那个什么整理书局，因为他们有开书局啊。对。 Terus ada yang mau balik, bukan yang balik Taiwan City ya, bukan ya. Nanti siapa tahu pengen kesini lagi. Ini ada agent 正好，真的是很好。对，他是刚开始被人家知道，就是因为有吃播 ，FB 有吃播嘛，有没有？应该好像30多万的吧，应该差不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 韩国的外劳都是有知道，因为很多外劳是一直看他的 FB， 现在都是人家说都很需要的，因为他们也是哀家做给他们看，他的人是这样。好。 Teman-tema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taala wabarakatuh. Ini mau iki pen lebih kelihatan lebih tirus gitu loh. Nah ini shading. 开始直播的话，就中开始 Facebook 可以有直播的这个，很凤凰在那边，在车上啊，在家里啊，在买菜啊，怎么大家好，就这样子。 Maca kemana Mbok? Ini lagi di shoot。我之前不爱化妆，也不懂得保养，就是中不爱打扮的一个黄脸婆的。我女儿说我是一个黄脸婆。我认识马林盖以后呢，我开始慢慢的可以懂得保养、化妆，然后比较会有自信这样子。我画了这个毛啊，已经快8年了，每天这样早上画。 中这边也是很多，如果我介绍给他们的话，他们说，哎，
那个眉笔在哪里买的？我说在这边有买的哦，他们就会开始，我们就会可以销售出去的。对，没错啊，赚50块也好，对不对？Makasih yang udah beli, makasih yang udah beli merike, yang makasih yang udah ini ya, udah 对，你不会化妆吗？Intan，我帮你化妆好不好？通常你最多的时候是几个人？1000多人啊，应该可能他们在上班左右。礼拜天的时候会1000多。他这边就问一下那个机票啊什么多少钱？我的意思说，我开始他们开始分享，就知道我的存在。台湾人他们网红就是在网络上就开始慢慢来跟人家就是连树上去这样子，所以你们不是这样子在那边看到我在边人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就这样。Ya, sama sore juga Bu ya lagi 我有固定的时间直播，就是在机场，差不多大概送他们回去的时候，8点早上，大概10分钟左右这样。那会不会其实有些求救，或者是想要每次透过直播？对呀、所以他们做那本求救啊，想要帮忙啊，自首的，还有买机票的，还有买化妆品的，还有买外套什么的，有的没有的，他们都中这边。所以我很感谢，真的，我在这里很感谢你们都是这么爱我。这个明天回去的 ，OK。我的客人比较多是就是跑掉的自首，我自己办的。我带去移民署，然后办护照，刚好时间也回去咯。好了没 ？Assalamualaikum。maaf ya, sampean itu nanti besok jam 2个小时前就先到哦哈，jam 6 sampai。从以前是在机场上班，是可能是应该是1年在机场上班。对，我也在机场帮我老公这样子，因为我老公也是那个靠行的旅行社啦。就买机票，所以我们那个买机票的话，我们这些帮他们送机这样子，所以我一大早就跟着他去机场，就是4点早上起来到8点，可以买机票了，可以买化妆品啊这样子。6点半，maju lagi sini，今天大概带，我数不起来，好多2航还有。4水跟那个761华航的话，差不多可能有50个吧，有50几个。是啊。好，现在我在办的是有2种，就是一个是合法，一个是不合法的。合法就是他们是期满回去，那不合法的话呢，像他们这样子，他们从开始就是帮他们搬去移民署自首。自首以后呢，我们就帮他们办护照，就是例行文件啊，就是可以用1次回去，然后还有就是帮他们罚款什么的。对，等一下。Kenapa kamu cuma bawa barang sedikit？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帮他们这个要回去的朋友嘛，他们嘛，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大概有500多个人。之前我没有接触这个，但是有人要自首的话，我用我会的，跟我的同事他们会的，就这些我自己来用这样子。他们还没有钱，在台湾没有钱，就可以先我接他们。他们回去以后呢，他们就寄给我的钱，这个是真的是事实。别人的话没有钱就不帮你办。上次也是这样子，一个妈妈怀孕了4个月。在里面死掉了，他真的没有钱。他的朋友说：“你先给我2万5，我再帮你办。”我跟我的同事13啊，我帮他们办就3天，你就回去3、4天以后他就挂了。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赶快办这个的话，他可能会在这边过世。所以我下定就是决定我自己来办，这样。是因为
我的老丈人在那边就很多工作，我跟中间都这样啊，我的身体是做不了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不理我啊，我没办法，这样，而且那对我保镖啊。如果不是一样啊，我就在那边有很多工作，然后如果我说跟中介的他有没有令我没有不理我啊，然后我抛掉就好了，这样子。为什么我一起想要帮助他们呢？因为这个的话，我真的是我的自己的良心啊，就是如果换他们是我。在台湾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的人，他怎么可能要帮你？我是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他们是因为相信我，因为他们应该是看很多我帮他们，所以他决定要找我，所以我帮他们搞定。Wei kamu lagi。为什么我帮他们画呢？因为呢，我想我漂亮嘛，对不对？所以我要他们回去也漂亮。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刚刚不是有讲，就是这边是分享一下我们的化妆品，就是给他们试用看看，然后喜欢的话他们就会买，不喜欢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不会跟他们明讲。我在这边每天送他们回去印尼什么的，然后就想说让他们回去漂漂亮亮回去，然后遇到那个他们的家人啊，就是让他们就很有自信这样回家。我们是帮他免费的化妆哦，就是用我们的产品，然后如果他们喜欢的话，他们就会带回家。对，就是我们赚一点点钱呢，差不多100-200块，然后就分给他们，我100，他100这样子。因为真的，我们在这边没有薪水，没有人给我薪水啊。我觉得我现在赚到什么用什么，就是买机票啊，还有买化妆品啊，就是可以赚的钱，我就会分享给他们。对，像他们买机票啊，我是放在我的 Facebook 那边他们的电话号码。爱家的人他是不会计较，他是很开放、很开朗的人那种，对，很大方。这很难的，我觉得朋友就是朋友很多，可是真正的朋友很少，然后很难。过年的时候，过年我一定在台湾没有家人了嘛，然后他也还有家人，其他的都还有家人。我在那个住的房子那里，他晚上在这里吃，跟他们家人马上打电话跟我说：“妹妹你过来。”我想说，还有人关心我，我这样一个人，我看到他们家人，我真的在这里很想哭。我想说，哎呀，我在这里怎么一个人，还有人关心我到这样？对，后来他们就一直炸那个菜给我吃，我真的这个我印象到现在。这边是我住的地方，在大研。因为我之前是在竹北，然后我住这边是大概17年。哦，这边是飞机真的很吵，所以有一些人刚刚搬过来的时候睡不着，因为飞机轰轰。Go go！ 我今天因为礼拜天呢，我要带我儿子去以前的雇主家。对，我照顾阿公阿嬷的时候，是2000年以前的雇主。宝贝，你爱滚吗？等下去看阿嬷哦。我是来台湾那时候我18岁，在雇主那边是2年，然后在阿公的哥哥1年，所以我在台湾3年当女佣，就是做家事啊、种菜啊，还有煮饭什么的。他们家人都很好，我觉得在那边我第一次来台湾，为什么
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就对我很好这样子。3年以后呢，我就回去认识我老公，因为我认识我老公就是在我妈妈生病过世的时候，中印那边是我老公接我送到雇主那边，就我们开始这样用那个简讯。然后我在台湾现在是快19年了，对，我有生2个小孩，一个15岁，一个11岁，都一男一女。然后后来，因为我忙我自己的，那我上班也是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去那边。但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跟他们联络，电话不见了，然后有地址也我不记得。然后后来透过那个网络啊，直播什么的，他们就看那个外劳看我说，哎，是不是这个？然后妹妹说，啊，你会不会认错人啦？之前那个阿姨很黑的。然后后来他那个外劳简讯给我，有照片给我看，他们的那个阿妈还有小孩子啊，那个妹妹一起找你，他们都一起找你，找不到你，就中那一天我们都联络了，感谢老天爷，感谢那个 Facebook 的，谢谢你 Facebook。快到了。等下妈咪开门。阿贝。好，你好。还不认得？当然认得啊。当然认得哦。这个是我的老板，老板好。老板，帅哥老板。来里面。妈妈。耶。台报谁报啊？喂，你那个变黑，姐姐，你还记得啊？记得啦，哎，记得啦，大姐了。记得啦，大姐，是大姐。姐姐，哎，我来了。不要走。姐姐，你记得我吗？当然记得啊！不记得人家打屁股，你第一次见面就跟我玩。外面拍，客厅，阿嬷在那边，客厅，受访人就去客厅。就是他一直找我，有没有想我？对呀。那个时候他来帮佣的时候7岁，很小哎。对啊，有印象。有印象，因为就是很好，对，然后都会陪我，就是会照顾我们小孩子，对，他很喜欢小孩，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对啊，只要听到他回来，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对，谢谢。你老公呢？哦，上班，就是这样啊，互相的习惯，打针呐，上病号，顺便按摩。这个是妈妈。好乖。阿婆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啦，但係乖哦。當乖。我都壓到。哪改得多？對。1年前。俺不就去按摩，然後就按摩，讓阿公按摩，當乖。又還好腿在棒頭。他客氣的啦，父母沒有叫他啦。一人按摩，操啊，按比較。怎麼講很特別？好吧。我们也是第一次请的，只跟我讲说，负责照顾老婴啊，那其他的工作呢？比如说帮忙打扫啦、煮盘啦，那我们只能说语言又不通啊，那讲去头，不是去讲，都嘛用鼻的，不去当眼镜，常常就拿一个布子对照，那讲嘛哈，就是用提了，用鼻啊，你看，比如说干么？干么这种，他就知道是橘子啊，跟他比什么东西，干么，他就会做笔记。真的，他学得很快。讲明白啊，一直滴嘞。好，妈妈，要小心哦，走路什么去厕所小心了，不要再跌倒了。要晒晒太阳一下。现在脚爱修，爱修中风，照顾他很细心的动手仪，
照顾好爱叔的身体好嘞，变成我爸爸妈妈身体又老化，就把他请去照顾爸爸妈妈，变成我们两个家庭，他都把我们都看得很轻，所以就认我们那边说是娘家啦，你是认他干妈，是不是这样子？对，他是这样子对待的。伊很好，当山啦，照顾囡当好，伊很好，那个所以讲去中华办教去小学呀，去念书其实无爱，唔是因讲他的语言能力懂巧啊，情感都被你看到哎，不要看手机。拜拜。阿公那时候是中风嘛，在心里想，我想要这个阿公好起来，能够他们会就是恢复健康。这个有猪肉的啊，这个你不能吃哦。这个有猪肉的。你看那边那一盘没有猪肉的。我是真的很感谢老天爷了，给我一个就是像家人的一个老板嘛。我进来台湾是我没有亲戚朋友，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里是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当他们的女佣，就是想要照顾他们好。因为我在台湾是一个人嘛，什么都不认识，什么都没有嘛，就是只有他们啊。我想要他们很疼我这样子，就是给他们看。后来他们也是很疼我啊。然后可以吃那个，可以吃，这边辣辣的，会不会辣辣的？一点点辣没有关系。他真的是哈，我们请那么多个，他真的是做的最好的、最乖的。我们那时候是这边应该是我们这个附近的，就他一个外劳，没有啊，大家都没有人请。现在这个我看好像也不错。现在这个是安娜，我拜托他们中介公司他帮我挑的，他帮我挑的人我比较信任啊。那如果他讲不听，教那么久了不会，那我只好找中介，中介会他们有翻译嘛，做不来换啊。这个给他教的蛮乖的，他也跟他沟通过了，怎么做。安娜真的是帮我们很多了。好棒哦！上电视好。哎呀，妈妈要健康哦，请要小心一点，不要再跌倒哈。哎呀，我每次有收到这个简讯呢，就是在那个里面说，姐姐那个雇主很凶，讲话就很大声，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工作？我想要跑掉这样子，有一些有这样子。然后我跟他们讲，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我是照顾阿公、照顾阿妈、煮饭、种菜，我都有跟你们一样。然后我跟他讲，你不能这样，要跑掉一种想法不行，因为如果跑掉的话，你就是像健保卡什么，有的没有证件啊，没有办法用。然后你如果跑掉的以后呢，你永远不能进来台湾。那如果你想要换老板的话，你以为要换老板是马上有一个好老板你想要的那样吗？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忍耐。你要让那个别人喜欢你的话，你要真的要用心做给他们看了。为什么我可以？我相信你们也可以。我跟他们讲。后来他要回去放假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现在我那个老板很好啊，对我很好。然后现在老板有加薪，还要给我再加1000块，你看对不对？他说谢谢我，谢谢你这样子。我说你好棒哦，就是后来他有现在做6年吧。这里是我们的宿舍，就是自收好了，然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暂时住在这边。这边是多大？是有3楼，然后这边是厨房，在煮饭。这边是冰箱，就这边有1个礼拜1、2次买菜给他们，随时就可以煮。Assalamualaikum， 切切，他们就这边有舒服吗？没有。
边就是也像我们的家里一样嘛，对不对？这边可以大概睡6个人嘛，楼上也有，男生的地方也有，所以男生跟女生不能一起。小孩子的部分比较麻烦一下，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出生证明的话，我有带去那个医院大医院做 DNA， 所以做 DNA 一个人要9000块，2个人母子要18000多。他们这个像他们有小孩，这个一个多月了，他会回家，对。1个多月了。对对对，1个多月，因为办 DNA 要2个礼拜，对，要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办他们的 DNA， 决定才可以帮他们办护照。Assalamualaikum。这里比较暗，目前有几个男生在这里？这边有4个。Enggak itu kalau masalah. 哎呀，他们也是辛苦了，对。他们跑掉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像那个大哥他跑掉，因为他是来这边观光的签证来，他想要上班，他帮的人是帮他办那个签证来的，所以他进来的时候需要很多钱，快5万块的台币。那现在如果他只有待了2个礼拜1个月，当然是没有钱赚，所以他们就跑。Punya ya itu sih majikannya terlalu ini apa？他是来这边是就是传义工，就是抓阿姨嘛，但是他差那个手机也不行，洗澡不能在那边洗澡，去外面洗澡，所以觉得我这样子真的，因为工作很累了，还有等一下联络家人什么的，都手机没有电，还有去别的地方查，所以觉得他说先是跑掉了。他阿公就是会冷摸，就是会摸你哦。哦，你睡一起吗？你跟阿公？阿公在那边，我在这里这样。哦，他稍微摸我的屁股，还有个什么的。有跟老板说吗？ Ada跟majikan ngomong？ 没有，不敢了。为什么没有跟中介讲？他会怕啦，就是怕被送回去。1年的中介待多，可掉我的薪水，这样就好了，简单。他17000多，然后就拿到2000块，付那个什么看医生的什么健保卡什么的，有的没有的，全部扣掉，剩下2000块，到9个月这样扣，所以他觉得，所以我们也不高兴了。我的意思都我自己都不高兴，所以我把第2个好了这样意思了，不是我的老板的问题，不是了，是我自己的问题这样意思。想要赚多一点钱，对。有的遇到不好的老板也是就是很多人跑掉，就是遇到这样，老板不好还是中介。中介有时候对，有时候没有处理好就对了，有时候他们都是受不了。后来跑掉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都没有姐妹，也没有家人，他们要回去是很困难嘛，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很怕被警察抓还是怎么样，他们会打电话就是这样，就说姐姐我要回家了，我是怎么样，他们的事情会讲给我听。我们就是会去接他，就是帮他们办的。Sekarang kan kamu begitu, pas ketangkap polisi itu pas aku jatuh。我觉得跑掉是很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跑掉以后，你生病的，你有那个健保卡不能用，很多在这里就不敢去看医生，一直咳嗽，后来他不去看医生，他咳嗽越来越严重了，变了比较严什么肺炎什么的。像现在刚刚他也是刚开完刀而已啊。先休息一下，再弄呀。其实我也难过，也是很难过啦。但是他说姐姐你不要难过，反正你这样子帮我们，这样我们很开心的。我们都不认识嘛，不认识的，我们都不认识，就是网络这样子。他愿意限制我，我很开心，就让他赶快帮他回去就好了。谢谢，很谢谢了。他们如果是还我，他现在如果是我是他们的话，你看，对不对？没有家人来，有谁这样子？就是如果没有遇到我的话怎么办？不知道他是不知道我的那个掉的。我知道我这个姐姐很谢谢了。如果没有遇到我的话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可能是在里面被关起来。对呀。
妈咪，赶快，这个没有，赶快是会那个会一档一档的。他们叫我来这边是像我的家人一样啊，好，你就来这边住这边嘛，想要煮饭就煮啊，想要吃的吃，对不对？想要睡觉就睡，哎呀，想要住7晚就住7晚，哎，我想要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回忆。kurang apa？ 我自己一个人做不来，对，那么多怎么可能？我想说，来我们帮助人家吧。我有在，他们都在。水电啊，吃饭啊，就是我们等他们弄好了，到机长都。我们就是像我们这样子1万5嘛，对不对？我们是分3个人4个对，所以我们都一起这样子。走了，我们来去叫姐姐买饮料。那等下要喝什么？你好。什么刚刚不会呀？会不会累？不会吗？不会啊。真的吗？不会啊。亲我一下。这个是我的宝贝女儿。会上电视哦，有没有上电视哦？还是放假的时候就来这边打工吗？我是不想要给他打工。我自己要打，因为我想要赚钱，然后这样自己赚的钱也可以自己买东西，然后学校有一些费用我也要自己出，因为我是时尚科的，我以后会考美容丙级，要付钱。我想要自己去做，我不想要什么都靠我爸妈。也很感动啊，不要太累哦。不会。然后不要忘记吃饭。好。干嘛？你要几点回家？9点。好吧，拜拜。你们要亲姐姐哦。要。那走，拜拜。好的。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小鬼啊，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比较辛苦啦，就是晚上我们休息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如果没有他的话，真的也是应该是我会很怕。Oh banyak sekali. Apa pukul itu noh? Sini sini. Kamu ngapain nih? Disembunyiin lihat. 这我的小鬼的家，他们在这边也是在帮助，就是一些朋友需要帮忙的人，对。像他现在就是脚啊，痛啊，就是因为我没有空嘛，所以他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姐姐这边有那个，你先过来一下这样。但是他说觉得他自己会处理好，所以我没有，我只有看一下而已。因为这种事情，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小鬼在处理。那就还好，也是有他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帮忙跟警察讲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些听不懂。那小鬼的话就会讲国语啊，台语就会，英文也会，所以真的谢谢你哦。还谢谢哦，而且这需要帮助的义工太多了啦，所以姐一个人也好像没办法掌握那么大。没办法。对，其实我们也还在找人哈。对呀。找，如果有的话，会有几个这样子，会更好了。实在讲，真的需要帮助的很多。13年前，13、14吧，那时候是学生呢。我原本就穷人，所以我爸妈汇给我那个资金不够，我付不了那个学费。那时候打工也是打零工根本是不够的。
啊，学位不出的时候啊，就开始，就是可以说是已经逃离。我原本来台湾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有这个义工，就自从认识他们，也可以说他们有曾经救过我了。我认识是逃跑义工，他就一直在帮我，他帮我翻译，你知道吗？就交个朋友这样子，越交越多，然后我就越深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才知道说啊，为什么他们要跑掉啊？有什么原因让他们跑掉？为什么要跑掉？然后跑掉比较好吗？其实也没有，是开始慢慢深入，是因为从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他们。我认识这些陶艺义工蛮久了，可是那时候就是没有能力嘛，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玩电脑啊，开始做网络媒体，要给这些义工知道说最新的信息啊，像警察单位他要宣导什么，骑电动车要戴安全帽啊，会被罚多少啊，什么法律，我想要把这些比较重要的翻成印尼文，让大家知道。他们会相信我们，会就是有事情会打给我们。那如果印尼班做得好，这些外劳根本不会知道有我们这些人物嘛。每一次打电话你打看，你现在打就不会通。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打也不会通啊。他们要怎么求助？实际上我的作用在哪里？像很多他们不懂的，像议题，不管你是逃跑的，不管你是合法的，在法律上。在印尼法律上，只要你是印尼人，你的议题不能烧，政府会帮你印回去。对啊，这些他们也不懂啊，他们以为说啊我是非法的，政府应该不会管我的。小鬼，我问一下，说这个他怎么了？就是被警方查获的时候，因为紧张。他跑的过程就是有发生意外，他踩到那个店家的那个看板招牌，他这个骨就断掉，那有开刀了。他是从脸书找到我的，还好他开刀很快，2、3天之后就要出院了。出院这个我就最紧张了，为什么？我没有钱啊。像这种小状况，我也不可能去弄一个比较监管的文章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他跟我社工也蛮好的。社工就帮忙，然后移民署那边也写了切结书，所以是这2个单位帮忙他出院的。台湾政府很好，就是说那逃逸不管什么身份，只要进医院有生命危险，会医疗。啊，像他们有一些移工生病的时候，反而劳工局他们会去捐款，什么像他这个是警察单位抬他。去医院的，然后移民署又过去那边看他，还买给他吃的，给他饮料的。Wala problema. Wala problema. 你要回来哦。按你的 ticket 我帮你出，你的罚单我帮你缴，好不好？小乐，这个是什么？刚刚偷东西被我发现。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付那个罚单跟机票，所以他有点紧张。看到在厕所有金子啊，就拿走这样子，就查，结果他放在那个奶粉里面，被我们发现这样子。我也没有骂他，他可能心里就觉得，因为他这边牛奶吃的全部都是我在出的。Okay, tiket wala problema. 不要哭了，我们知道。因为时间快到了嘛，他们会被移民署限时间，时间内你一定要缴罚款，一定要缴罚单，一定要买机票。没有买的话，你就当成非法第2次，所以你会被关。他们因为不愿被关，而且你看他们又没有办法上班，要怎么生出来的钱？我也没有在骂他，我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机票不用紧张，这边有我跟姐姐会帮忙你。Oh, may gendut.
Gendut? Gendut? Hah? Kamu gendut?阿姨来了，这阿姨是1、3、4的，耶！这个我的草莓吗？对。阿姨芋头。阿姨喝什么？阿姨喝草莓。你没有喝吗？有啊，不够啊，还有2个草莓，你草莓好不好？很少，因为他都要忙。他就忙的时候，我心思都是传讯息跟他简讯，用简讯，辛苦了。我觉得最辛苦不是接受他们这个，但是我辛苦的话就是我陪的小孩真的没有时间陪小孩，因为我一回家，你看我9点我回家，我看到小孩子已经睡觉了啦，都没有办法看他们的这活动，吃饭了跟他们一起吃饭没有，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一回家他们睡觉，然后我出来他们都还在睡觉，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如果啦就是什么砸错了，然后怎么样，我可能都看不到小孩。写好了。哪里？我看，妈咪看，这里吗？功课在哪里？这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妈妈看。我感谢我的小孩，感谢我的家人。对不起哈，妈咪都没有这样子一起有时间跟你们这样，就是培养感情。有时候他们会吃醋了，他们会吃醋。你看，你都对外面就这样子，你对我们家人就这样。我说那时候有流过眼泪的。这个我们一年没有几个。很心疼也很辛苦，他上班都很忙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上次也有跟他讲过，我要不要出去玩，可是他说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然后就想说，算了。那你会很失望？不会啊，因为是他要上班，要忙正经的事情，我可以体谅。我喜欢台湾的生活，就是像医疗啊、医生的很不错，就是非常好，交通方面的很方便，就真的我爸爸上次来台湾哦，他说在台湾有高速公路有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对呀，然后很方便的，不会塞车。因为我现在是有家人嘛，在这里有家人，然后我现在是已经变成台湾人了，我有小孩，我自己有健康，然后我要看我小孩子长大在台湾，就是老天爷就给我一个命，就是来台湾这边，所以我好好来爱台湾，就是好好来在这边，但是我还是一样要帮助我的同乡，可以帮到他们到底。我活到什么时候，我就帮到什么时候。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dan sekarang saya menjadi warga Taiwan. 感谢艾佳姐，她能让我走出我这么不好的过去的人生了。我在台湾也不能留久，我觉得我时间到了，可能姐真的要自己加油。我没有办法再陪你，像他们，你看又来新的了，他们很需要你。妈妈，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太忙，然后不要搞坏身体，要好好照顾身体。妈妈辛苦你了，不要太累哦。